公司第2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初1下暗新闻，我是陈家豪。新闻一开始，就会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拄好是香港回归中国22年，民众也因为反送中的问题游行示威。中央航空到今罢工是第12天，针对着算总销的部分，劳资双方一人讲一款话。今仔下晡，屏东那边出现着假烈风，也传出着民众受伤、甲财产损失的灾情。头先，咱来关心着咱台湾的政治消息。总统蔡英文自7月11到22开始着自由民主英属之旅，也就是外国拜访的活动。包括拜访到加勒比海友邦，包括到海地，拢总有4个国家。另外去甲回来，拢总会过境美国，拢总停4案，是蔡总统上任出访日啊上长，过境美国上久的一摆。总统蔡英文初1早起主持空军司令任务机进任报答授阶典礼，拄则接任参谋总长的辛一平和国防部军政副部长张德平嘛去到现场。蔡总统交代因3项任务，要确保国军变成人民安居乐业、维护大海和平上稳达的靠山。第一，落实整体防卫构想，务实战训本务；第二，培养未来的人才，为创新的国防改革奠定基础。第三，带领国军为区域和平安全稳定善尽责任。除了内政，蔡总统嘛继续拼外交，为着要深化和加勒比海的连接和友好关系，总统会带团去友邦访问，并且定调做自由民主英属之旅。按算7月11中昼启程，11到13会过境美国纽约待2暝，13会去海地，13暗到16访问圣克里斯多夫和尼维斯，16到17访问圣文森，17到19访问圣露西亚，19出发去美国丹佛过境2暗，22中昼会回国。这个行程有12天遐尼久，是蔡总统上任以来天数上介济，嘛是过境美国上久的一届出国访问行程。访程将过境美国相关规划，目前正与美方依据安全、尊严、便利、舒适的原则协调中。因为听讲回程的时阵过境丹佛，有代派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贾德纳将会接替蔡总统，佮再加上来回伫美国停留4案，凸显台美关系持续深化。啊，不过这个蔡总统伫海地停留较无24点钟，外交部讲是考虑到当地民间抗议行动，才无停留伤久。但是总统会共同主持台湾商店的开幕仪式，卖接受海地总统的国营款待，强调两国的邦交稳定。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国民党。国民党的初选目前是还无结果，也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面对着前新北市长朱立伦的批评，讲为0到6岁囡仔被由国家来饲，这是巴拉票。郭台铭也强调讲，家己会去总经费，唔免变预算，也考试着韩国瑜趁钱是无依靠。因那民间团体发起要来罢免着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活动，已经达到第1阶段3万份的联署目标。韩国瑜也表示讲，这是一个民主社会，所以尊重因的行为。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初1邀请馆长陈志涵来爬山。69岁郭台铭表现出真好的体力，要证明拼国民党初选的决心。啊，不过郭台铭讲新生离0岁到6岁，由国家来负责饲，佮讲中华民国是强要破产的公司，去互前新北市长朱立伦批评讲是咧开巴拉票，对政府的资产嘛唔捌。以外，互朱立伦佮郭台铭2个人透过媒体来对下。有7兆以上，所以简单的说，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政府都不会破产，啊，这是危言耸听。钱要怎么来，那我们应该要清楚的交代，不可以开空头支票。由国家来讲，我有自筹财源，政府不要编预算，我赚回来钱，国家不会破产，
国家财政破产。郭台铭强调讲，家己会晓趁钱，佮加讲韩国瑜伫北农的时期，敢若是抽空米上。毋过，即个馆长佮郭台铭做伙活动，去互问到讲，敢是代表甲听？馆长强调讲，有进前听韩国瑜的教示，到即马谁拢毋敢听。即个的态度较无明显，若是韩国瑜打结束新的造势，虽然讲嘛是真受到大家欢迎，毋过民间团体嘛发起罢免的人数，佮讲已经达到第一阶段3万份的人数目标，未来嘛会继续规划罢免韩国瑜3部曲的活动。月14号举办一个这个罢韩长片的首部曲的首映片活在谎言的市府下面。那他如果有这个更远大的梦想，就放手去追，我们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其他政治的议题、政治的操作、政治的论点等等。我尊重他们民主的社会。吴光琴表示讲，韩国瑜的竞选经费甲政治现金涉嫌违法。韩国瑜嘛甲伊应讲，有证据就提出来，互我知影。若是真正有4000万的企业捐款，就要退出政坛。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天狗日压未落来高雄。今仔国军也开始支援防疫喷药啊。不过高雄市长韩国瑜是连续2天来批评着中央，讲中央对天狗日的防疫是一国两制。今仔日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反击讲，韩国瑜拍走，中央就半钱啊，阁唔领。不过高雄市政府也来澄清讲，办理需要时间，若文件传好，明仔载就会去申请啊。国军化学兵穿白色的防护装，部分大街小巷14架转药啊。高雄天狗日算了28例，疫情大部分集中第3边区。国军对7月7日开始到8月中，拢会来支援转药啊。目前是19例变成8例，就是说以这个群聚的一个疫情来看的话，但是后续我们未来这一个礼拜看看相关的一个疫情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走向。疫情有较改善，市府已经5天无发现无的网啊。不过市长韩国瑜连续2天抨击中央协助高雄防疫的态度，比袂过对1年越南的热情，根本一国两制。行政院长苏贞昌点都批评，是韩国瑜无用心防疫，中央6月24核准5000多万，市府阁唔领钱。到今天都还没有来领款，可见高雄市政府不但不用心防治地方病媒蚊，连办事效率都很差，而首长又到处跑，话还乱讲。针对这点，市府澄清，提领必须要经过市政会议确认，阁要符合公文流程，车子都会传好文件。6月25号收到的时候，因为我们市政府的市政会议都是星期2，所以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在6月25号再把它提相关的这些提案到我们的市政会去做一个垫付案的一个审议。市府强调，年度防疫预算伫咧5月底已经用完，目前动用预备金，虽然真需要用钱，不过市政会议逐礼拜调开，所以才无伫顶礼拜调开临时会议，相信这2天就会当拨钱。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关心到咱的囡仔，伫咧大学指考的头一天，将非洲地区甲去年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题材，拢放入去考试的内容，也鼓励着学生爱注意着科技发展的趋势，也配合着新课纲，课题是重看也重理解，千万唔通读死册。考试的场所零下蛋，考生结束作答。7月7日大学指考第1天，早起考物理化学，下晡考生物。伫咧实习题部分，像讲去年诺贝尔奖得主的研究，物理甲化学的非选题面顶拢有出现。若是非洲地这部分是出现伫生物科的考试卷。有考它跟禽流感的比较，生物的阅读蛮多，有时事的，例如说月测考了一个那个 CRISPR-Cas9 技术，那也是最近发展出来的技术。高中教师对3科的解剖差不多拢有讲到，今年的考题较注重阅读理解能力，要伫有限的时间以内找到正确的资讯。像讲物理第一届甲所用的试题比重提悬到要3成，一寡传统较复杂的计算题明显减真济。不过学生嘛是爱会当连外思考，才会当得到高分。生物课的部分嘛是较注重所用的命题。老师讲整体来看比去年更较困难。这一次的题目呢，其实难度是中偏难，然后鉴别度呢是中偏高。阅读题的所有题目呢，都可以去鉴别出学生的归纳、分析和判读的科学素养能力。像讲生物科的阅读第2条，考最近这几年真正的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生物科技新的知识、科学发展，教师认为是值得注意的命题趋势。化学科的方面嘛是结合生活情境的题目较侪。
有看题目的化学教师认为，题目比去年较简单，预计评分的标准会比去年较悬。记者综合报道。环保署推测着用一摆的塑胶束管要停掉的限用政策，今仔开始来起行咯。头一阶段是限制部分是包括着政府部门、学校、百货公司甲连锁的素食店。毋若袂当提供免洗的塑胶束管以外，台北市的环保局今仔日中昼也来到百货公司的美食街来查，目前是无店头来违规，也真侪店家也讲已经做好准备啊。百货公司一营业，台北市环保局稽查人员到到美食街，看店家是毋是遵守限制使用束管新政策，无被提供内容顾客塑胶束管。店家这个部分都没有提供这个部，我们是本来就不会提供。是，嘿，好，了解，谢谢你们的配合，谢谢。连锁素食店明显表示无被提供塑胶束管，而这间连锁的冰淇淋店是准备好做束管，大部分民众表示支持，有人更是家己准备白天束管。那你觉得这样带不会不方便吗？不会不会，所以你是养成习惯了这样。对对对。不过有民众也是去偷了做束管。因为旧口杯的话，可能还要拿起来喝，就有点不太方便。如果为了环保，这样你连纸吸管都不要用，能接受吗？能，我是可以的啦。初步检查并无发现违规，台北市环保局表示，准备第3天内完成549间店家的检查，若违规会先开罚单单。我们是采7天之内会再去办理复查，如果说复查还是不合格，我们第一次告发的，然后告发的罚款金额是1200块到6000块。而伫新竹关西客运站服务区业者为了配合政策，推出了得签文的束管，也个重新做实验，正式用混解。经过3个月试验以后，这种规格的部分，它几乎是完全已经分解、已经碎裂的，那还原成竹纤维。环保团体绿色和平中心无支持现有的回收体系，缺少回收管道的情形下，政府推广生物可混解 PLA 在这束管，因为用料也无法度如期掩埋混解。另外，也呼吁政府选取扩大限用的对象。这个是相对积极的这个第一步。那但是我们也会希望呢，未来在这个饮食习惯的这个养成之后，政府也可以进一步的把这个外带的部分，也可以尽快的来评估，说什么时候要开始尽快的来实施。目前国内一年差不多用31支的束管，每人一年用量超过120支。这摆政策有期应减少1亿支。环保署表示，也是按照原定计划，伫实施1年了后，佮评估限用是毋是纳入外币。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食酒的开车行为是介歹，但是去用罚钱，你就知。食酒开车重罚的新制今仔是开始咯，除了会加重酒驾的处罚以外，另外你若是拒绝着酒驾测验，也会将罚款提悬到18万。另外，坐公车的人也可能向做违法，上悬会罚到3000块。伫空中来看台中清水的主要道路，几啊台警察车伫地面进行路面检查。台中清水的警方为着要加强拦查啉酒赛车，出动空袭机伫空中采取全面性的监控，要啉酒赛车的人无路通走。空拍机如果有发现这个前方有违规的民众比如说有蛇行的甚至有酒驾的其实我们在我们路检点的前方几个路口我们其实都有布置反拦截点的一个勤务配合啉酒赛车处罚新制开始，台中警方加强拦查。用台中清水分局来讲，自到迄天就处地啉酒赛车8件，危险驾驶1件，还有交通违规111件。即个用空袭机伫空中来监控，若是发现可疑的车辆，会当互地面的拦查点伫第一时间来掌握，提悬执行的效率。啉酒赛车新的处罚开始，新法采取汽机车分流，啉酒桥多摆维持15000块到9万块的罚金。啉酒赛车提悬到3万至12万，而且采取累进处罚。另外，拒绝酒测的罚金提悬到18万，还有坐公车的乘客嘛爱做伙处罚，上悬会到罚3000块。新法开始，民众的看法无同。老百姓大概嘛是靠这重罚有效，像是台狼帮会的逃犯，好像在监控犯人有一点那个感觉
大埔市为着配合新的制度开始，初一半暝12点开始，连续3天加强啉酒塞车的临检。到下晡为止，已经累计9件啉酒塞车，其中一个驾驶酒测值超过0.25，公车乘客嘛因为新规定来去罚款，变作大埔市第一个罚款的案例。同行的友人我们要互相来做一个规劝不要有这个酒后驾车的行为。另外，我们在提醒民众，就是如果前晚上喝的比较多的一个情形，那隔天还是可能会有宿醉酒驾的一个情形，那我们要特别的来注意小心。啉酒塞车新的制度开始，新北市中头进前嘛开出第一张做伙处罚的罚单，公车有2个乘客去互处罚。连做法是希望公车的乘客会当甲因阻挡，来互啉酒塞车的状况变少。毋过敢真正有效，该来观察看卖。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日头赤夜夜是随人过性命。根据卫福部上新的统计，昨昏全台湾有41人次因为跳伞这款热伤害来送病院。在今年6月，拢总有452人次因为热伤害向医生看，比去年同一个时间加要1成外。天气有够热，草坪条生理却是长长滚。白人是白甲长落落，头家酒也拢无停过。未少人就是要来吃冰清凉一个。就身体都在流汗，然后吃冰的时候就可以消暑，然后解汗这样子。今天蛮热的因为蛮闷的，也没什么风。那因为这个黑糖刨冰蛮有名的，那想说，因为刚好在附近，那想说来吃吃看这样子。因为这几天全台拢是非常热的天气，根据卫福部统计，今年6月几个月，因为热伤害就医人次有452人，比去年同期392人次加了13%。医师表示，热伤害包括昏倒、抽筋、摔跤等，尤其要特别细致跳伞。若是体温超过40度，都可能会昏迷，严重就死亡率高达8成。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会有多重器官衰竭。会有肝衰竭、肾衰竭、心脏衰竭，会有弥散性血管内凝血，会有横肌溶解，会昏迷等等，这时候死亡率就很高。医生讲，每年6、7月是跳伞高峰期，年岁较大，囡仔、慢性病患者、大科甲户外工作者，拢是跳伞高危险群，除了加补充水分，若是出现头壳晕、想要吐，一直拢无改善，应该赶紧看医生。记者综合报道。在今仔日屏东下晡3点的时阵，在屏东的那边东港附近的海域出现了对流旺盛的情形，好亲像出现着隔离风，也因为威力伤介大，也造成着袂少的灾情。透过民众的画面，伫咧屏东那边镇安村庙前，突然间狂风大作。大约是下晡3点的时阵，那边乡出现着假烈风，外面的乌托邦是总互扫倒，热雨棚也互吹落来。另外，伫南州的万花村也有铁柱互吹甲翘起来，造成4名民众轻伤送病院。根据恒春气象站的资料，下晡的时阵，在那边东港附近的海域对流旺盛，有可能出现着假烈风。那边乡公所也启动着应变的机制，协助受灾的民众。镜头来到台南市，但台南市的市政古迹原台南州会修复的工程，要来拆除旧议会街起的部分，互5个牛目窗仔会当互看到。不过因为拆的范围伤过大，互民众掠准是拢要总甲拆掉。不过文化局也赶紧来解说，讲当日进行着古迹的修复，按算明年中就会当完成，未来会当成做一个古迹图书馆。林内超往的台南中正路顶面烟雾弥漫，怪手当日拆除原台南州会的加起的建筑，建于日本时期的原台南州会，前期是展开展修，和过去的5个牛眼汤中间添入，令人惊艳。不过因为工程是真大，和民众以为全部拢要拆除。一个遐我就看伊咧整修，他即马佫怎啊佫拆起来？好啦，这一个古老整个园区啊，不错啦，所以它那个观光，应该会有加分效果啦。对此，文化局是解说，并不是要拆除，而是古迹的整修工程。这栋原台南州会建于1935年，到现在已经84栋。2004年启用指定为市定古迹，原本去年就有期要进行修复，但是却遭受到一寡人士来占用，甚至佫甲市府拍官司。修复工程是一直无法度动工，而现在开始有动作，未来将会做中西区的图书馆。
将民国55年增建，那其实在结构上以及建筑特色上比较缺乏的一个部分去除，然后呈现出日治时代的它一个精美的一个建筑的立面特色。文化局讲是校进修院的全台南酒会，会甲邻近的林百会台南文学馆建筑来结合，成为台南市重要的历史地带。而图书馆的部分，预计明年底完工，完成了后，将会是台南的另外一个新的景点。记者王建훈台南报道。咱镜头来看到婚林的北港，自1927年起的大福戏院，过去是北港民众上界重要娱乐场所。不过自1992年停到今超过25年啊。3年前，婚林县政府开始甲征收，希望未来会当成做一个多元化来经营的文化展览场所，或者是表演的场地，互老戏院成做北港的新景点。将顶挂着早期的电影海报，兴建咧西元1927年的北港大福戏院，过去是北港街上唯一的剧场娱乐空间。但1990年停业限第20年，文管府文化处开3年的时间修复完工开放，互早期画海报的师傅回想到过去生活点滴。我牵衫牵10外个吼，拢咧甲我斗做工课啦。你若无牵衫，我一个人哪好多，后尾画后尾调啊。以前吼，戏院吼。较流行是布袋戏啊、歌仔戏吼，啊，因为伊要吸引，伊拢一届拢做几个月嘛，拢连续剧，啊，为着要吸引人客吼，伊到最后的要结束的才有5分钟、10分钟吼，会将戏院门开开，啊，互附近的人来看戏尾。放映报纸看到戏剧演出和场所时间，各当时剧场的票金，民众回忆讲，过去才每间1万人，这座戏院对北港民众特殊意义。文管府文化处表示，现在重新活化，未来将以多样化来经营。那大家可以在这边就是近距离来参与表演。那当然，我们在地的很多表演团体，他们也都是有自己的特色，也有可能就是可以作为一个就是公民的这个艺术表演的一个练习场。文化处表示，北港的大福戏院在2009年建造的文林馆历史建筑，戏院所有权人共是家族。提供文管府进行公众使用20年，经过3年的时间修复完工，互老戏院受到保存和重新，会朝向中民娱乐中药来发展，要老戏院成为固定文化的新据点。记者为您报道。在新竹有一座日本海军的第6燃料厂。新竹机厂是台湾唯一结合着战争、科技加平雅寮文化历史建筑。后来第2届世界大战，日本防战败。建筑也防留落来，为着要让民众了解到建筑的历史意义，交通大学的教授特别利用 VR 的技术，重现着历史现场。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新竹机场是第2届世界大战了后，目前台湾现存上有规模的战争遗址。当初上主要的功能，就是伫生产战机所使用的油料。后来随着日军的战败，燃料厂把它因此荒废落来。时间一久，建筑物把因此损害。为着要还原历史的现场，交通大学应用艺术研究所师生利用着现代 VR 科技，和建筑重现。历史不只是过去而已，历史还有当下，还有未来。所以我们在六燃之森这一个区块，主要是邀请艺术家来针对海军第6燃料厂做一个系列的创作。现实中感受不到，而且这个6燃这区域好像说现在还是封锁的。所以其实一般人根本进不去。除了可以应用之外，交通大学学生去透过原有的厨房，以及利用工业遗构甲眷村文化，和民众重新熟悉历史脉络。出访到新竹6燃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像你穿越了一个时空的背景，你会很讶异说，在台湾或是新竹竟然还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就让我更理解新竹这块土地，对，就是原来就是2战的时候他们发生这件事情。交通大学艺文中心指出，这届展览的内容主要是以日本第6燃料厂为基地，唔但探讨过去的历史甲记忆，更加希望带动民众甲国际社会的参与，希望会使让这座历史建筑成为一座活的博物馆。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
接落来，咱来关心到国际消息。香港逐年拢会举办着7·1大游行，不过最近加上反送中的民意，香港民众上街头，要求香港政府爱收回逃犯条例修订，也要求特首林郑月娥爱落台。另外一批反送中的民众是聚集到立法会头前来抗议，虽然落尾有弄破玻璃，冲入到立法会。不过，内面的警察却是武装打扮，将内底站遮的民众拢总挡掉的，场面是乱糟糟。大批香港人用载物件人车一直冲动立法会大门，表达对政府不满，而且一直大喊口号。真侪人竟是摕着木材盾牌、铁轨甲雨伞，搁往另外一道门弄去，要破坏大门玻璃进入立法会。不过警察已经全副武装，面对群众真侪摆冲动，警方一再发出警告，一度以胡椒水赶人，令人混乱。另外一边，7·1大游行公布开始，为维园出发人数是非常多，不过出发进前，游行重点计划却是生变。大批的民众走上街头，不过呢，由于在中午的时候，立法会发生了有群众要冲撞进去的事件，所以在游行之前呢，警方是建议主办单位能够更改集會的最終地點，因此雙方爆發了口角衝突。我哋係咪可以反建議？你哋主辦單位可以去考慮我哋嘅警方嘅建議。咁點解警方唔去考慮主辦單位嘅建議？我哋可唔可以用遮罩度？雙方無法度達成共識，不過因為安全考慮，主辦單位面定遊行路線決定撇開立法會甲政府總部，重點改革做達到，不過要求退回逃犯條例甲特首林鄭月娥落台訴求，依然是堅持到底。所以我們現在非常氣憤嘛，他永遠連那個撤回2個字都不肯講啊！這是很不應該。作為香港人嘛，要為自己的權利、自己現在擁有的自由發聲。反逃犯條例聲音真懸，過去一個月，香港連續遊行抗議行動，以香港回歸72週年這一天，衝動立法會7·1大遊行衝突不斷，又導致偌濟香港民眾行上街路，抗爭力量是不是有縮減？民間發起以 AI 技術甲電腦網絡計算，希望得到中立數字。記者綜合報道。也在今年，就是香港主權移交中國的第22週年，反送中的人頭一透早就聚集到金紫荊廣場。警方也對這些民眾來噴射胡椒，也有傳出講民眾受傷的災情。升旗儀式因為落雨改到室內，特首林鄭月娥則是也表示講，在這個22年的酒會時陣，又講到針對着目前抗爭的事件，伊會來提醒家己改變作風，讓香港擱再重新出發。扛着黑色棺材、穿着黑衫抗民眾看到林鄭落台。7月1號是香港主權移交22週年，舉辦升旗典禮，金紫荊廣場外，一早到民眾來遮弄着烏旗啊，衝至管制區，警民對立氣氛真緊張。我們主要就是要表達，中共收回香港的主權，他應該實踐他的承諾，讓香港人有那個全面的自治。做了很多的事，在612、609的時間，但是政府沒有什麼個回應，還在我們有人犧牲了的時間，他還可以再興起，這個是不允許的，在任何的地方。7月這一天，反送中抗議行動遍地開花，上千名警力也嚴陣以待。香港政府總部外口爆發激烈衝突，警方拿着紅旗警告，佇頭盔民眾報告警告，向前衝，警察拿着警棍，甚至幾啊擺噴着胡椒噴劑，民眾被攻擊痛苦甲目睭白白金，為民眾骹手流血，痛苦大叫。直升機掛着中國國旗甲香港區旗，外口是一直抗議。港府宣布，因為天氣無好，升旗儀式改有備方案。貴賓坐船進至香港特區22週年酒會會場，特首林鄭月娥致辭時，帶後民主黨議員關聲抗議被帶離現場。近月發生嘅事，令市民同埋政府之間產生矛盾同埋紛爭，亦都令我徹底明白。作為從政者，不時都要警醒自己，要準確掌握民情。我亦深切體會到，
縱使有良好意願，亦都必須要開放包容。縱使政府需重視行政效率，亦都必須耐心聆聽。這是林鄭月娥自頂個月18號舉行記者會以來，佫一擺公開露面，伊承諾安排更加濟時間親身會見無同款黨派甲無同款背景人士，可以保持政治觸覺，也表示要改變施政風格，互香港重新出發。記者綜合報道。咱鏡頭來到非洲國家蘇丹，在6月初時陣發生着在解月大屠殺100多人死亡的事件。當地時間6月30，擱再傳出着暴力的事件，反對派的突破軍政府號召着過了10萬民眾佇咧各街頭要來抗議。不過示威的過程當中，所有人來向這民眾亂開槍，造成7個人死亡，180多人來受傷。這段由路透社為社群網站摕到畫面，報文者表示地點是佇蘇丹東部的卡薩拉。鏡頭頂懸因看到真濟人四界逃走，佇連續慶聲當中找找別所在。30歲抗議活動是由反對派發起，就此表達對軍政府遲遲唔肯舉行選舉，反正和民眾的不滿。今年4月，軍方發動政變，推翻了掌權將近30年的巴希爾，並成立過渡軍事委員會。6月初，也就是在解月將要結束的時陣，反對派佇軍事總部外口發起靜坐，結果遭到火槍鎮壓。30號的抗議進程，反對派原本計劃舉行記者會，卻因為軍政府向向攻擊辦公室，而被迫取消。軍政府當時也封鎖網絡，以阻止反對派號召民眾。不過各地依然有數十萬人上街路示威。بالرغم انه ما في انترنت طلعت ملياريه وناس ام درمان لسه احنا هسه بالخرطوم بس وشوفوا ورا لسه ما قالوا نتقطعوا。不過原本親像嘉年華活動氣氛，卻因為陣陣的慶聲而北着會。軍政府指責有心人刻意用暴力來分化政府กับ民眾。ما في زول يستغل القوات مهمتها تحمي المسيرة المليونية ولكن ما بنضمن المندسين الآن وأنا الكلام ده بنقول على الإعلام الآن。事實真相也有待調查。離地國際反應方面，除了歐盟甲國際特赦組織，呼籲軍政府避免暴力發生。蘇丹的隔壁國家伊索比亞號召非洲聯盟解決協調，目標是設立過渡性質由軍方甲民間共同組成委員會，為邁向民選政府來鋪路。記者綜合報道。人講好無實情，歹無佳能，文化甲傳統要安怎來保存呢？日本堅持要保存着掠海翁的傳統文化，退出着國際捕鯨委員會，也在7月初1日時陣，在日本的領海以及着經濟海域，要來恢復約31年無掠海翁的商業活動。未來一年計劃要掠380幾條，也在今年年底會掠到227條。5隻日本掠海翁船7月1號早起為山口縣的下關港、北海道川路港等地出航，將展開1禮拜掠海翁活動。以上攏是掠海翁當地的下關港，經舉辦出港健行會鼓勵士氣，對應地過了31年恢復商業掠海翁。日本掠海翁人士拍破叫好，日本當局認為掠海翁是日本傳統之一，不應該受到外界干擾。商業捕鯨の再開は釧路だけでなく全国の捕鯨関係者の皆様の悲願でした。本日こうして31年ぶりの商業捕鯨に向け出港する捕鯨船をお見送りできることは。參加這擺船隊的掠海翁的漁民更是非常歡喜。ワクワクと頑張っていこうかなという気持ちが今まで以上により一層強くなった。日本掠海翁吧已經400多年歷史，仍堅持這是日本文化一部分。所以掠海翁的議題一直是日本真濟年來外交難題。日本雖然在1988年配合國際掠海翁委員會 IWC 宣布禁止商業捕捕的行動，不過卻每一擺攏利用勞動依靠和名義來掠海翁，一直受到批評。對此日本真濟擺爭取恢復商業掠海翁，不過攏無結果。2018年12月宣布退出 IWC。
并且伫6月30号生效，7月1号正式实施。日本农林水产省宣布，今年度的腊补上限是217只，而明年规年将掠383只。日方强调，这数字拢是实际估算，就算是100年也未造成掠过头。而掠范围为南极海退出，敢若伫日本近海经济水性，毋过包括绿色和平等国际保育团体批评日本恢复商业掠海饵，完全是甲国际社会脱节。7月1号也是全球海饵上悲伤的一天。记者综合报道。川金三会了后，外界上界关心的就是朝鲜半岛的核能危机。学者也分析到，美国总统川普有可能用到和北韩阶段性停止的方式，互先来得到连任的赢面。在G20的高峰会，中国甲美国有贸易谈判的新共识。不过，就中美贸易战可能未遐尼热。也针对着这个问题，专家学者也分析到，这是有两大霸权以及着权力分配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恐惊要停，有影是惊停。日本大阪 G20 峰会，美中领导人得到贸易议题定期谈判的共识，外界解读美中贸易战有可能会当较好势。不过有学者分析，美中两国若是台面上的经贸问题，背后更加是两大霸权相争、权力分配的结构性问题，目前有可能只是聊好好尔。川普想要延长他对中国贸易的这个纵深跟战线，部分的考量是选举。部分的考量是，美国的商人好的一些利益的问题。学者分析，美中两国持续竞争，台湾正歹两边总好，但是嘛无欢喜看到台美关系持续深化，呼吁赶紧恢复两岸官方协商，进行一定程度的沟通，才会当伫两强之间寻求更加稳定的出路。但是美国总统 Trump 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第3届会面，重点犹原伫咧调核问题。有学者认为 ，Trump 有可能采取全面考验净空军战略，得到缓解调核危机的阶段性成果，成为争取连任来加分。阶段性的冻结，然后来这个换取这样的一个这个问题啊，那有一个这个阶段性成果那不过就说这个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恫和会不会这个就是最后等于是让北韩这坐实了这样一个拥核国家何书信强调讲，若是美国毋是和北韩全面性契合，恐惊真歹说服伫调核问题顶面一直和美国立场同款的日本，因为日本有论无法度接受北韩伫契合方面拍折，而且嘛连带要求北韩合理交代绑票日本人的事件。但是 Trump 无法度兼顾日本的立场，恐惊会加深美日同盟之间的无信任感。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到劳工的权益。中央航空明仔要甲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搁再进行一摆协商。不过，针对着算总项的部分，双方目前是无共识。在今日下晡，劳资双方拢分别家己召开记者会来表达立场。可不可以如实的报道这一切的一切？因为报道了，这个离开去参加罢工，受到大家的言论，还有相片去公布，空服员真激动的流目屎。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下晡带至18日伫6月20迄天4点了后，离开工作所在，空服员向资方发声，认为迄当阵都是经过中营地勤办体管手续才离开，而且迄当阵旅客嘛未登记，未影响安全。我们的工会的指令是4点以后报到的航班，我们严格的拒绝会员去提供劳务，但是在这个模糊的空间，也就是说4点之前报到，但是4点之后还没起飞的部分，我们就要依个案的事实来做认定。对这个代志，中央航空证实，迄当阵有18个空服员伫日馆了后离开来参加罢工，还有7个伫报道了后接受地面训练的时阵嘛离开参加罢工，总共25个人拢暂时向列做控制。中央航空嘛提出工会迄天发布的罢工底线，写讲4点了后报道的航班无提供劳务，用迄天桃园浦东的航班12个罢工组员来举例，2点半就已经报道啊，桃园香港的航班2点40就报道，所以列做控制。18位空服员，他当时离开，虽然乘客还没有登机，但乘客没有登机是因为他们导致了整个航班的延误，就是在组员没有登机的状况之下，乘客也只好依序延后，所以并不是说因为乘客没有登机就没有影响。
针对工会提出来5条袂当属未算中小的条款，中央航空嘛先表达立场。工会认为罢工的会员应该嘛是爱有年底奖金、调薪水、甲员工票。中央回应，因为罢工的影响，公司的利润变少，可能会取消福利。这是公司伫5月初8就已经公告啊，甲属未算中小无关系。工会主张讲参加罢工时间的问题，以工会认定的做主。毋过中央认为讲监视控制是参加罢工的时间点，嘛无法度配合工会要求伫空服员的执勤时间宣传。中央嘛无同意工会要求的放弃对不当劳动行为的救济定数，相反意见差真济，敢会当伫拜二顺利签团体协约，互罢工结束，嘛充满变数。记者综合报道。中央航空罢工到今已经来到第12天，旅游业者损失大约是18亿。北中南旅行工会今仔日也要来讨论到要订正的代志，也在今仔日透早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也提出3项的诉求，要求政府单位要有交通业罢工的预告期的机制，也希望讲会当来修法。若准到航空公司罢工来造成到旅客损失，旅行社应该免负责任。中央航空罢工到即阵已经取消469个航班，伫休热旺季罢工继续，旅行业真着急，提出3大呼吁，要求政府对交通事业建立罢工有告期之外，嘛希望修改民航法规范机票旅游。民定航空业若是罢工倒去，也是停飞，旅行社应该免责。业者以这个罢工来讲，团客班机若是被取消，后续产生的费用真惊人根本负担袂起。坐邮轮的团去阿拉斯加、去这个地中海、去这个豪华邮轮的话呢，3个月前，甚至在45天前呢，全额都付光了。你取消，或者是呢，你的班机拿不到的时候，这些的费用要从哪里求偿？品保协会表示，罢工到6月底已经受影响的团客有34万人，产生的相关费用，旅游业先出18亿。旅行工会下晡去中央航空拜会，中央承诺支付每一位团客滞留外站相关费用，达港相关250美金，卖看床顶吸收签转机票的差额。但是休热旺季就即要接近，工会嘛是希望政府应该有更加积极的作为。这个我们会先请交通部先做内部的讨论，专业的讨论。包括立法院的立委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想法，所以到时候都会一起讨论。行政院表示，针对旅游业提出的修改建议，会伫罢工事件结束了后，邀请相关的单位讨论，卖征求立法委员的意见。行政院要求劳动部和交通部积极努力，让劳资争议赶紧结束。记者综合报道。东山会认定救国团就是国民党的组织，甲救国团所有资产拢总编起来，救国团是非常的不服，也提起着行政的官司。不过今仔日东山会今仔日也公布着一份非常机密的董事资料，指控着国民党指定救国团配合着知青党部进行着校园监控的工作。对此，救国团也回应讲，要用到资料来做证据，应该由历史学者来讲才对。东山会中道公布一份极机密的国民党史资料，指控1973年国民党通过知青党部的保防工作实施办法，指定救国团配合知青党部伫全台湾各大学校进行思想监控消毒，进一步来掌握学生社团。因为东山会认定救国团是国民党的附随组织，推断救国团的资产是不当得到的，全数冻结。救国团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当中。若是东山会嘛，把这份历史资料提供给法官。指示这一个救国团，然后去配合办理一些工作哈，然后并且在后续的10年之后的一些结案的一些成果报告之中，也可以明确的看到救国团在校园侦防上，然后有扮演一定的角色。针对东山会的指控，救国团回应，这份资料应该伫听证会就提出来，而且应该交予历史学者做全面性的解读，唔是干那做政治性的解读。东山会出这步对救国团来讲并无公平。这个算是一个突袭性的一个举措啊，因为这个应该要在听证会举出来，让我们有表达意见的机会，让社会公众也能够了解到底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看法到底是什么，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行政程序。目前双方正在针对救国团监视国民党附随组织案进行行政诉讼当中，救国团声请停止执行冻结资产案，嘛已经予法院提回来。救国团表示，妇联会点点向推定做附随组织了后，审议的合议庭用东山条例违宪做理由，声请释宪成功。
认为救国团涉入动产条例规定，希望讲合议庭会当裁定停止诉讼，而且写册实现，毋过合议庭还未同意。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日按算要来修法完成着平均地权条例的修法，不过在实际定律，立营提案的是用着区段来定律，煞毋是来代替一个门牌定律，引起了争议。毋但赢来批评，时代力量以及着公民团体也批评讲，这根本就是受到建商的压力。尾暗暝时阵，立法院三读通过平均地权条例修法。虽然内政部推动实际定律2.0版，不过这改修法只敢若审查立委张宏廖的版本，无排审去年5月就送来的正义版，包括门牌街道以及有售处即时定在。这改修法当中无处理，更加和在野党批评讲是严挂版的实际定律。它不是2.0版本，这个是0.5的版本，非常的可恶。骗选票的时候说要推动实价登录，但是现在选上了就不再推动。不要选前的时候开记者会骗选票，实际掌握国会过半的时候，又没有实际的行动。刚才王东章委员讲到民进党做什么，刚才林章洲也讲到一年多在做什么，那时代力量也可以提案啊，为什么不提案呢？三读通过的立委版本主张将即马30天内的申报买卖案件改做申请所有权移转到检附资料，加到门牌资料的条文，有关维持即马区段化的字。买卖双方申请移转登记，应该要共同申报定律，定律不实相关的当罚15万。国民团体批评这款的修法根本是受到建商的压力。所以我说，如果民进党实价登录2.0跳票，证明的是事实上。建商才是小英心中最柔软的这一块。我再说一次，建商才是小英心中最柔软的这一块。国民团体认为，若是资讯完整公开，最轻都无鱼，有心人士无法度伸乌手，批评修法无够周全。按过伫那也无反对的情形之下，专案有关顺利完成三读。记者综合报道。晚间杂志今仔日公布着台湾大学的排名榜，其中在综合大学的部分是由台大、成大、清大、交大排头前4名，在文法上前3强的是台师大、政大加淡江。也讲到台北医学大学是搁再继续摕到上好的医科加上好的私立大学这2项冠军。也在科技大学的部分是台科大、北科大以及着高科大。年度台湾最佳大学排行榜出来了，排除学生较无3000人，也是包括助理教授、教师较无150人的学校了后，关键杂志评比过来97间公私立大学，对大大面向总共35个指标评估各校的表现，结果台大、成大、清大、交大、中央大学等5间学校分别排名综合类大学的前5名。别人都只排总排名，可是我们也把文法商，然后把所谓的技职以及私立大学，包括医科还有综合大学，我们做一个分榜的一个处理。在文法上为主的大学当中，台师大摕到第1，过来是政大、淡江、民团大学和实践大学分别对去年的13和18名，升官到今年的第7和第10名，进步较真明显。1991年，由技职我们改成普通大学，所以我们也保留了技职的特色，所以务实之用也是我们学校的特色。从以前无名不成商，到现在我们什么不多都要最多学校，所以我们还是努力。在医科类大学榜单当中，台北医药大学摕到医科榜和私校大学双料冠军，对伫后边的是中国医药大学。那是其一类前5名是台科大、北科大、高科大、分科大和并科大。北医在过往的5年左右，持续的增聘人才。目前学校学生是6000人，但老师有640人，所以我们的生师比大概是1:9左右。毕竟我们现在只有1岁2个月我想再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会让大家刮目相看。调查嘛发现，对学校整体资料规模来看，大学生人数确实是减少，但是嘛因为部分学校正并含退场，和学生享有更加侪资源。记者综合报道。咱镜头来到中华殿中，伫咧
新疆天然气因为工业区的需求，要在中华电中设一个天然气加速的增压站。居民上界烦恼的就是讲，一个增压站离无到50公尺，就是工厂抗油的所在。如果若发生意外，是会引起爆炸危险。也质疑到这个增压站是用伫以种的工业用地，任何的安全标准拢是无照规矩来。居民提标语大声抗议，随后来到这台大型怪手的边啊，烦恼厂商随时就要施工，而这尔啊生气，就是因为不搬家就要设天然气的增压站。他从头至尾都没有让这些里民附近的居民知道也没有办公听会及说明会，会造成这附近的居民的恐慌。居民讲想到就惊，因为这个增压站占地不哩啊宽，但是竟然和边啊工厂的涂油槽以及燃油顶路真挖近，离无50公尺远。居民烦恼油气的点倒将会引起较大的灾害。那今天你整压站跟它设在这么接近的地方，泰山火灾的时候，整压站会不会爆炸？只要一爆炸的时候，田中证明他的生命财产在哪里？居民指出，去年度油槽都发生过2起爆炸意外，若是搁设天然气的增压站，危险性搁较悬。主计会会长指出，这座增压站去年底就通过审核，拍算伫今年3月动工，但是并无和当地居民沟通，引起居民的反弹。另外，这期当地是一种工业用地，这个场址和铸铁以及危险物品涂装区，离了拢无符合规定，竟然会当摕到执照准备动工。唔是反对这个因来设这个加油站，是希望伊爱针对法令这个针对这个做电池，甲兼顾着地方的这个安全。那它是属于天然气输气系统的安全防护的一个设施。中华县政府表示，天然气增压站只是公线的压着转换站，并不是公共危险物品，或者是高压气体的涂存场址，所以符合用地规范。用地嘛经过能源局审核许可，县政府嘛请厂商和居民加强沟通协调。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少年较当兄，老的老布丁。伫咧高雄美鲁山西里这个所在，目前大约有2800多人。不过，其中1/3拢是士大人。也在这个所在成立10年多的社区发展协会，非常积极伫咧推动老人关怀驻点。另外，也要来解决着经费不足的问题。去年开始，社区也结合着当地非常出名的景点飘飘河，办理真济活动，这收入若是中的，也来做关心时代经费。民众伫安全帽坐伫外的链面顶。对追老真欢喜的向前厝，这是高雄美浓西山社区举办的夏日飘飘河活动。举办到今，每一场的人数拢一磅。若是社区扣掉活动保险费，爱付的成本了后，每一场活动出来的钱拢来入去社区关怀基点。互因的课程拄过去1礼拜2天，增加到1礼拜5天。士大人家己爱付的钱，敢若800块，比一般脱离所收的钱搁较低。我们今天办的活动是5万、6万、7万。余额扣掉余额，还有剩下3、4万或2、3万的话，我们就会把这个余额余到我们的关怀据点长辈的身上，给他补贴一些菜钱呐，或是一些点心钱呐。社区嘛承认讲，举办活动存下来的钱无法度付全部的开销，毋过据点当中真侪较少年的时代愿意免费来做志工，嘛省真侪人力的支出。开完搁加着节流了后，都有经费会当办搁较侪的课程。早上就要准备厨房，也要准备给老人家快乐，觉得我们出来是很有意义啊。迄阵咱2天尔，即嘛较侪工啦。一阵来就安尼，老人懵傻吼，无在运动安尼，加减迄落啦。目前西山社区的运作方式，冇其他县市的关怀据点来遮学，而且伊嘛真愿意分享，希望讲未来有更较侪所在，拢会当发展出家己的特色，照顾更较侪的士大人。记者综合报道。在咱的文化内面，其实对万项代志拢真尊重。伫咧台南新营镇安殿头前，有一丛300几年的老青仔丛，因为这搭地势较凹，落大雨的时阵拢会积水，对老青仔丛真正真爽。也台南市政府农业局特别着为着这个老丛要来刷灾，要甲刷到地势较悬的公园内。顶一日也举办着祈福活动，祈求刷灾会当真顺利。
这站伫咧台南市新营区新营转运站附近的老青仔已经300岁，即马青仔讲要搬厝啊，所在的时间由市民决定。台南市政府、甲晋南店以及树木保护委员会在地民众做伙烧香敬拜，替老青仔所在祈福。青仔讲，来参拜，要来甲你移植，移煞，要来甲你移煞，常常会当庇佑，互咱移煞这次成功会当圆满。农业局表示，这张老青仔伫因当地已经300多年，是由有250年历史的晋南店管理。专家表示，这个所在地势较低。雨水有可能造成树木根部积水，老树仔嘛因为受到花台枯掉真久，根部已经甜头甲尾，将要刷到更较好的所在。这个老龙寺呢，在咱台南市政府呢是列为保护级，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今仔日呢，为了要甲工程的进度呢，要甲移煞，所以今仔日请新民来做主了，请咱地方这属性呢来加持，当我这个。这个老榕树的遗址呢，会当真圆满成功。经过台南市树木保护委员会审查通过，当今的时间自6月9长到10月，要将根部顾好，以全树撒栽到庙后壁的公园。民众烧香敬拜，嘛伫老树挂祈福卡，祈求顺利。记者综合报道。北部地区为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为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为26度到33度，东部地区为26度到34度。咱来看外岛。为27度到34度。新闻的最后也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嘉豪，马仔同一时间咱再会。